5月底嘅峴港即刻迎來全年最震撼嘅盛事 ，DIF 2026國際煙花節從5月30號開始正式重磅回歸，帶你坐 VIP 看台睇煙花，仲有頂級高爾夫同海鮮大餐，保證你玩到唔捨得走。地址寫咗喺視頻最後。第一日專車接機直奔洲際酒店，安頓好之後，夜晚帶你去全峴港最高嘅 Sky 36酒吧，喺36樓高空，一邊嘆住頂級雞尾酒，一邊俯瞰成個峴港嘅無敵夜景。呢度氣氛極佳，仲有百大 DJ 駐場，絕對係開啟峴港之旅嘅最佳方式。第二日帶你去打一場世界級嘅高爾夫 Montgomery Links 蒙哥馬利球場，亞洲最佳林克斯風格球場之一，極具挑戰性。打完波，夜晚去拉美爽1888，嘆一餐米其林星級法餐，喺19世紀法式別墅入面品嘗3星主廚嘅手藝，呢種奢華體驗絕對令你回味無窮。第3日重頭戲嚟啦，夜晚我哋直接去 DIF 煙花節現場，坐最靚嘅 AVIP 看台位，完全冇遮擋，一邊睇住中法意等國家嘅頂尖團隊喺夜空鬥法，一邊享受 VIP 服務。睇完煙花，再去呢一廳輕屋桑食頓生猛海鮮大餐，龍蝦、帝王蟹任你揀，完美。第4日臨走前去洲際酒店嘅 Hanon Heritage Spa 做個頂級水療，跟住去食翻碗正宗嘅越南河粉，徹底放鬆身心。之後專車送機，結束呢趟完美嘅峴港之旅。關於 DIF 2026峴港煙花節，仲想了解咩信息？評論區話我知，帶你發掘更多峴港隱藏玩法。